忙煮好。嗯。杨律师走了。安叫咪动机呢？时也较送啦。那不是连食安都你啊？冇咩害。前几年唔系涨半年前，用唔去买哦。唔啦，也得有咩哦？像我是讲人呢。去安多。唔想死，用咪加电都较贵喏。发达国家之本，节制私人资本。来，我们这个字再一遍。发是发，不是花。发发啦，花发花发，都会无共啊。不要紧啦，豆豆啊讲就好啦。咱种到种过家下，花嘛发唔出。系啊，了解哦，那你喊的是下让人哦。すみません，我伫度，迄恁课上了未？我规本三民主义拢教了啊啦，你哪即马才来？奇怪，恁顶便稿内文章我是放去倒？宋先生，会记拄讲好迄个时阵，大家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，拢真欢迎祖国来接收的。啊，不过即马，咱台湾实际状况，那甲三民主义讲的拢无啥相共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这边写讲要选县武陵、地方自治、直接民权，啊有拄一项有做甲到。还阁有啦，平均地权、起价归公，敢若嘛拢无做到呢。恁讲的拢对啦。即摆的台湾哦，毋但是无民权，连原本的民生主义嘛拢变做是发达着官僚的资本，剥削着私人的资本啊。宋先生，你嘛是安尼认为吗？这篇是讲论人事问题，这个假官为商的幽灵商人啊，还有这论粮食问题。另外一篇，论讲杂财团的问题啊，这恁拢会使参考看卖。这段时间我看无落去代志，无法度伫公司内面讲，只好拢甲伊写落来。到即马嘛已经累积几啊篇啊。不过你嘛知影，我的身份无方便，是毋是会使请所长用一个笔名，帮我伫恁报纸顶悬发表？你这篇文章的观点讲的，我嘛是有同意啦。不过，这款的言论若是放伫阮的报纸顶悬，恐惊嘛伤过激烈啦。毋知咧。你讲，咱是甲来办报纸喏？安永动好啊！你迄阵朋友即马嘛已经学了中文啊，拄好用会着。咱做伙来做记者，做编辑。做记者嘛是我的本道。你讲，苏成功要同意来体查参加？没好啦，
既然我杯颁布只给你按多诶，我自由拍没做问题嘛？我去试过啦。啱涂聲音啊，睇到老師去強下學中文，都辛苦吼。我想講老師佢嘅作品翻做中文，一方面自家練習，一方面咪希望很快有機會做啲本全中國嘅人就看到假書。咁樣都好呢。了啲中文啊，你會講夫唱婦隨。唔過我唔係夾本樣。哦。了點你嘛有啲強哦。老師去嗰啲內邊啦。嗯。我看這本故事哦，佫真有意思呢。哦，這是《可口諾聖經》，這幾篇是伊年寫下的，迄個時陣無法度發表，伊摕來改做中文，當做練習。學中文嘛袂歹啊，不過哦，伊嘛有一寡字哦用對，比如講冤家、吵架，冤家是用啥物冤？用口冤的，那是啥咧？還佫有少這字哦，佇中文雖然嘛有囡仔意思，不過中文會寫做小孩，袂寫做少孩。好，我幫你記住。各位，拄則我甲蘇先兄甲羅書記有討論過啊，感覺咱即擺社會有愈來愈濟問題，毋過可能是報社有家己的立場，有一寡人無願意得悉着政府，所以這問題才會無人來批評。阮決定要來辦家己的報紙，毋知影大家有意願無？好啊，你辦報紙，我佫有啥物好講的？需要我倒啥物骹手，盡量甲我幫我。啊，毋過錢的問題，你有想過無？你拢看创啊？搬新剧办活等我阁报会落，办报纸，本钱伤高啊啦，莫小害啊！你三八啊，无人叫你一个人出啊，朋友遐尼多哦，找一寡来斗骹手。对啦，高正兄，你毋是甲迄个文山第一行的头家真熟？你讲王添丁哦？好啦，我来问看卖。那款三民主义，本单以后的啊，用要变做也较安尼咯。总高笨蛋要做个好的啊！同多事情哦，宁变落去就变都无强用嘞。阿妹爱，按卡歪吧，按讲哦。那条路吃脱嘞，食材目前好本年。目前都米好加嘛，不砍冇米的啦。要哈有私密甲按规，就算有钱要买毛，迄本切甲要毛。冇不卡，全部冇米好使的啊，冇落黑的啊。唔怕啦，下面用都给市民，先分了罢了，还要阁想办法。好，按子车哈，会啦，失望哈，失望啦哈，唔会啦。按子车。要喊用干啥？我看无办新米的，唔免忙拼到条路。也属成功啊，有抢来下个的。
等报纸放起来，慢慢倒去上瘾啦。照陈文斌讲的，不卡亚好，就老台湾的经济强用，迄因此嘛个自处以茅，因此卯粮的，没毛安惨啦。亚汉还有细年呢，要较早点理解亚母娘小三村的心情，咱做迄。好个啦。我要搁想办法，买饭留生能我倒的啦。老桑，我是互你2个月的薪水，安尼有够无？有够啊啦，歹势啦。后个月我甲几个朋友按算办一份报纸，我咪去做记者，到时应该加一份收入啦。办报纸，即马社会上各种言论的报纸拢有，就差一款左派立场的。我叫问唔对吼，这样。要毋过，我也是爱甲你提醒，即马社会风气敢若足自由的，恁做记者的嘛是爱较注意的。我听人讲，伫上海有人写一寡较同情共产党的文章，就互掠去关啊，3天2头就有人失踪。阮办报纸，嘛是想要为人民的角度来报道，毋是挑工要去反对政府。而且，阮的社长嘛是政府内底的官员。你是讲宋慧茹宋先生？这我有听人讲，总编辑是苏新着无？你嘛知影？苏先生进前参加过共产党，日本人只是甲伊掠去关尔。若是换做即摆即个政府，我看10遍嘛无够死。我搁加讲一句，恁做记者，也是莫去得失迄寡有权有势的人。福卡的米用小按度，前几毋迄张买米转来，毋过无应该唱剩安尼啊。无送，有拿迄份假杂，萝卜的。真竟遐安尼哦？俺迄毋迄讲过，俺写东西毋好来操俺。
我意思是，我当意思番薯煮唔怕，不过无应该，你都向老婆的生妹牺牲到自家的性命的，错唔上前，还得给向老婆的生妹。台湾即摆政府实在是真奇怪，所有的官员拢为中央指派，这甲日本人有啥无共？拢是把台湾控制是殖民地，都是把台湾当作殖民地。我们既然叫做人民导报，第一期我们就来做这个主题，要求还政于民。大家感觉安怎？迄路兄哦，讲的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说我是烦恼讲这个主题啊，都小敏感，有点太敏感。咱啊，那是头一期，第一期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直接批评政府的制度，我怕是会引起他们反弹。而且啊，咱一般民众的生活嘛，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啊，没兴趣啦。那是讲米价的问题呢？这2个月米价越来越高，而且就算讲有钱，也无一定买得到米。若毋是有国际遐盐米钱吼，阮厝内底嘛伫买无米通食。哎，加加当啊！来，我拄仔听你讲者吼，几百岁，较早来我餐厅食饭，你点菜我饭是小送，啊，即摆米价遐贵着，袂当无算钱啊！啊，算来搁向骂，啊，我是要安怎？啊，规气刷去啊！这是今麦吼总收购总配给的制度出了问题，但是那是恢复稻米自由买卖，也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就能解决。其实这也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了，现在全中国都一样，物价一直涨，有钱人夜夜笙歌，穷人家呀冻死街头。我看啊，大概中国马上要打起内战了。粮食的问题啊，确实是非常的严重。那是不好好处理哦，容易会发生动乱，会发生暴动。咱一般的民众一定嘛很关心这个问题啊。也是咱头一期，我们第一期就用这个来做主题。那，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好。我感觉吼。即摆你会当用这个角度来录屏，就亲像你写小说共款，是用抒情的方式，毋是用批评的，颠倒使人认同。首先啊，即摆敢会当我来做中文版的记者？用的喏，去演掠记者就毋过日文。写到真好呢。无啦，我迄想吼，昨晚我用中文来写呀，我要做的另一行的迄中文啦。不过，就不爱吃管那啦，好吗？苏青兄，老细去要写中文都好写啦，而且咱中文版嘛真欠记者啊。好啦，好啦，多谢啦。老细去，你今仔早咱米转去够够？就食较欠的啊，要安怎？莫讲我这做老师的，阮兜的米嘛剩无济啊。
较早咧想哦，日本人走了后，日子会较好过。谁知影，等到伊战争的时阵，更较艰苦啊。歹势啦，也哈医生年轻人买，每枪买都严险。阿爸，哎呀，乖孙，你安怎？就痛的。哪会安尼啦？阿爸，去食，你真正哦，会肚。不是的啦，请你原谅我。你个乖，你若无那边去来带，你迄个快乐的世界，有足济足济你爱食的白米饭。乖啊！阿母，是的啦，请你原谅我，我真正无路哪选啊！阿母，我知影像安尼足痛，不过，等下目睭来起去以后，离开这恐怖的世界。阿母，伊个啊，你等我等下来找你。一摆好佳在有你啊，我家趁了袂少啊。那我们就一起大家举杯庆祝吧！干杯！写拼迄边是快乐的世界，因的米就蹲在那山的，拼的这边是恐怖的所在，连想要食一粒米都拢无，一定要比有惊死咯。
这饼拢袂破。饼拢袂破。即摆吼，我留伫咧壁这边，迄个飞蛾伫遐吼，壁画甲吼，我真想要探头甲看者。我互壁这个名哦，就是因为壁有两种意思。无简单啊。两种意思。是啊，壁伫台湾话哦有骗人的意思啦。哦，我感觉恁即摆哦，加下鱼假记、毒气假记，虽然是写解假记无，甲我用过看的新假记拢无共款的。对啦，还阁有吼，恁即届的舞台设计嘛真特别。来，明哥，像遐安尼，牵头有牵海友，敢有想过甲车夫林共款，家己拍 A 家？阮若加拍 A 家，当嘛希望你这样来看愈好啊。啊，毋过话讲好转来，像即届票要甲空，啊，佫出场要无票的，毋知都加演无？加演，我看这项代志无遐尼简单。那是安怎？恁敢知影咱这出戏上大的问题是啥物？太世事啊！政府无可能答应的啦。来，红尾蟹，请大家食。来，请。我知影，你逐摆讲话拢真实在。多谢。阮报社哦，嘛只不过是看了几篇上海民主报的文章，伊有讲阮是啥，共产党的立场，古毛咧，嘛介意思啊。好啊啦，卖生气啊啦！我中午才请省党部人吃饭哦，花了我半个月薪水哦。我看哦，我社长的职位辞掉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好啦，莫死心啦。起码样，我啥物不一听听，你是日头够有做，你伫报社嘛有谁做啊？唉，即马哦，嘛感伤甲贪官啦，啊，佫有真侪哦，脑袋里带着偏见的官员哦，就像宋先生在教育处里的那位长官啊。够了啦。可是连我这外省人也看不过去了呀，说什么台湾人被日本人化，所以就反对台人治台。这样说，那中国人大概也早被满清人奴化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经理，抗战的时候，我在昆明，我们这批美术系的学生，有来有旧的国难当头，画那些仕女画、风景画，实在没啥子意思。后来受鲁迅先生的影响，才开始研究起这木刻画。这木刻法确实更有力道，更接近现实。最重要的还是，这更能表现出我们人间的苦难啊！人间的苦难。下一次，我
介绍台湾的画家李石桥彭书生，今日说过一样的话。书生，书生人去对，伊是我要找书生。江义兄，你的用走来啦？所以高雄的农民开空间啊啦。啊？佢就喺剪辑。当年期，老一辈我很尊敬的前辈杨奎，恐吓组织农民运动，后来被日本人关了10多年。所以你敢办法处理一下？老师嘅，你唔聽講呢？都係聽經一個去南部財政農民抗爭嘅案例。乜嘢抗爭？對，你看啊。路上看讲海姆吃饭。唔怕啦，係唔會妒忌。你老卡講講，我要去高雄採訪，我兩三米怎麼轉？唔做老卡上講啊，那基本唔會轉啦，點啊？看讲，係通到的。干啥？你遮讲地主找流氓，硬要割稻啊，搁扑伤真济人，刷落来。当然农民也必该抗争啊！地主吼，就直接找警察来啊！警察拢举枪咧，拍伤本来都是农民啦。等于咧保护农民咧管理农民的丢工嘛。安尼，我敢会当去采访到遮个农民，还佫有啦，敢有办法去摕到便宜的证明啊？安尼吼，我就有充分的证据，会当牵这件代志啊。安尼我下晡先带你病医，问仔载，我也带你来农地勘查啦。好。即摆米价起啊悬，农民煞无好日子通过，颠倒啊，爱互遮个地主安尼来跋涉，想袂起来反抗啊！我会记你早前敢若有写农民的小说嘛？记你即摆也15年后。是啊，不过即摆农民的生活，甲10万年进前无啥物无共。家己啊，也是买袂起家己种的稻啊。这个时代啊，完全无变啊。是啊，什么人拢无改变啊，什么人统治嘛拢共款嘛。警察嘛是甲地主徛斗阵啊，做伙来欺负遮农民嘛。迄讲哦，警察来就开枪啊啦，阮大人嘛拢硬去，还犹阁袂好走，就拢互因掠起来啊！煞来哦，因就对阮身躯一直拍，你看，遮啦，佮头壳嘛有拍，连阮拍喺涂骹的时阵哦，嘛一直无要帮阮煞，一直撞啊！后来哦，我就爱死混去啊！醒起来的时阵哦，我人已经倒喺遮。我田的稻啊吼，
嘛唔知迄个路马拉挂偌济去啊。我要3碗面，还甲阮切一个海带啦，豆干咧。实在真歹势啊！厝都无饭菜，所以只好请你来食面啊。无啦，我才歹势，互你请。是啦，请你食这已经真好啊！你看虽然有心，但是莫讲白米饭啊，你亲像安尼一碗面，我喊地食会着。是咧讲啥话啦？我委屈啦。路上你知无？干家佮替人保管几千一个米，敢若是叫伊摕一寡出来食，伊嘛无愿。迄还是替农民保管，免让人摕来食咧。啊，你嘛知嘛？啊，种内情佮拍开啊！啊，流失都送去中国，你莫看即马设计足好，啊，毋过政府嘛用强势手段无，足少继续咧买米。啊，所以我就用3000吨的仓库有无，帮农民甲米藏开啊。啊，不过我讲啊，这千万你莫讲出去。袂啦，我知。我早就知影，干上是一个最有正义感的人，啊，无想到搁替农民做遐尔济代志啊。农民都无力食啊，啊无半个人要插啊。其实这无啥货啦，莫讲这三八话。啊，你敢要啉烧酒？有啦。啊头家，你的杀客要哪卖啊？无啦，啊，即马杀客毋是足贵的，卖啦。无钱，我想要啉酒啊。头家就想要啉啊。哎呀，我啊听人讲你做个单皮的呢。哎呀，你哦，人早上来高雄，你要人对你去卖个哦？难得有人替我搬走嘛。无啦，恁是咧讲啥物卖个啊？伊哦，无钱啉酒啦，啊，就走去人酒吧下暝啉，啉免钱啦。这个帮我叫白啊恁，啊我帮你搬走啦。好。对啦，干啥？我知影，一般来讲啊，日本时代的政治犯啊，互人关到一半了后，就当假释出来。啊是安怎？敢若苏新兄甲你，一定爱互人关到满，才会当放出来。我两个都死不爱认错啊！啊，阮甲舅妈嘛是拢不爱认错。你再看，是了未啊？那叫辛苦假商业啦，全部流氓割走咧。迄本字条割落去倒无？全部割强强啊！你看，还有吗？今日警察全部所有人拖下股。就改变过来，特登经开始安爽啊！该车体位哦，来是先快送，后背让喺度阿走咧。啊，这种事，叫做中共产嘅路蛮咯。难啲咧，我看到，应该系就多传消息走贴咧。行喺啲啊，该警察哦。是跳来做緊鋼天演嚟啦，該路漫啦，而家做冇做？定解記者走哦？記者實陣來又講緊係波，先睇聽望。好，快啲嘅。这警察实在是凶悍啊！甘愿做地主的了袂啊！我看我得来写一篇社论。
就算是我离开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。你安尼讲哦，是无毋对啦。不过啊，社论是代表咱报社的立场，咱报社前一阵仔才互人警告过。我是惊哦，你这篇社论若是刊出去，可能毋若换社长遐尼简单尔。苏生兄安尼讲，敢若嘛是。而且，你要去建中做校长嘛？即阵是毋是较谨慎会较好？真诶啦，做一个建中诶校长，会当发挥诶代志，是袂比报社诶主编搁较少啦。毋通啊，还未上任，就先互人诱落来。好啦，安尼罗书记，你迄篇就真重要啊。啊，你即摆亲身采访遐尼侪人，是有受到啥物适合诶标的无？警察压迫农民，警察为地主走狗，甲日本人统治时代无异。甲日本人统治时代无异。然过，就惊刺激到政府，佮要来告咱报社。这个毋要烦恼啦，这件代志吼，我已经甲社长报告过啊。伊讲啊，迄个咱的报纸是要做人民导报，就要徛伫人民这边，为人民报道。安尼这篇是毋是就卖互罗书记挂名？嘛好啦，若真正爱告吼，互因来告我甲社长啦。咱手头有遮尔侪证据，毋惊因来告啦。不要紧啦，我嘛毋惊因告，事实就是事实啦。我是想讲，阮学校的音乐老师的工课较轻松，啊，毋是你嘛会当继续做记者，加一份收入。多谢啦，啊，毋过我就惊我国语讲了无好啦。免烦恼啦，真侪老师嘛甲你共款啊。我嘛希望讲会当加找一寡像你安尼思想较自由的老师。哎对，听苏先生讲哦，你安算开放学生，恁真济吼。我希望建中有一天嘛会当像一寡外国学校共款，建立着自由的风气。就来空钱啊！当然，我的钱还给我，还给我们上了。你先松下，干什么？用啊！监狱长官，他说这是他吃饭的钱，可不可以不要收走？你开什么玩笑？这都是马世燕的鸡啊，怎么可能喂他？里面有一些也是公烟嘛，这不应该也收走啊！老师，有事，我会看。你是什么人？小豪没有管你闲事。这主管叫你王八蛋，讲什么日本鬼话？我开始要把他叫罚款来着。不是，你们这样子。麦克够。各位长官，不好意思，我朋友他喝多了，你们不要跟他计较。对不起。我看人手头摕啥，讲较济嘛无路用。佮讲，等一个人甲你讲，连你辛苦的钱抢抢去。看讲，咱就当把手紧紧看这个代志，逐工咧发生。这款代志中国逐工拢咧发生。有一句话讲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讲不清。咱的兵才是咱的武器，你赶紧转去哦，把这个代志拢写下来，较重要。
转来了。唔用按压猛衰，所以唔落教啊！啊，今日哦，有赌都该做买去玩嘢。但我时间木修去，因为神好些，像那个抢着。土匪。唔听讲你过去探水，请别着他们人夺火。你啤酒做了穿按多少钱啊？你钱吼，唔先讲起来啦。某天将来以后，人都工作了，喊出来拿来的钱去开面店嘛。出1年呢，好凶哎。以前拿迄道火啦，遐当时假使去按夹，遐条钱真经拄起来，可唔是1年，连你妈免买米的。又是第年老嘅zan秋时节，寒风凉凉吹，冬夜就会降临。我祈祷阿妹嘅路风，点点爱人嘅音信，无法度平静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。你给付出的心，不安的分离，不再孤行，不再孤行。又是冷冷的早春时节，寒风点点吹，冬夜芒色眼泪。我祈祷茫茫的岔路口，点点湾畔的我影，在故乡。我爱为你歌唱，我爱为你歌唱。你给漂泊的心，愤怒的分离，种种安息，种种安息。结果，我是想同你结婚的。先迄个咱日本阿爸雌性爱情，也在中国阿爸有雌性爱，哪会让人迷上？8点8起啦！